大家好，我係華仔，今日同大家講下呢款手錶係點用嘅。我哋前日發咗個視頻，已經有超過10位粉絲朋友去我呢度訂咗呢塊手錶。呢個有兩個配置嘅，一個係3+32同埋4+64。如果你都想要一塊呢啲咁樣嘅手錶嘅話呢，你就可以加我哋 WhatsApp 或者微信，我哋直接可以郵寄俾你。有咧，我哋主要今日講下佢嘅功能性。首先咧，我哋就講下佢同大陸版嘅分別。國際版咧係冇指模解鎖嘅，不過咧佢有人面識別同埋密碼解鎖。人面識別咧嗱，拉開呢個鏡頭呢度，而家係未開鎖狀態噶嗱，我對住我個面掃一掃，開鎖。密碼解鎖都得嘅，除咗指模呢度冇，其他嘢都一模一樣嘅。第二個咧就係佢嘅電池，呢個手錶嘅電池咧係1250毫安嘅真實用量。佢嘅耐用程度係點咧？就攞我呢個手錶打個比方咯，而家仲得44個電。呢個手錶咧係我前日攞咗到而家仲未充過電嘅。不過咧，我嘅使用頻率咧就比較低啲。我平時攞出嚟睇睇時間啊，就拍下視頻啊，就咁樣使用。不過咧，如果你連續睇抖音嘅話咧，應該係2-3個鐘咁樣。呢個手錶我而家都玩咗好耐啦，仲剩得一半嘅電。呢個咧係我前日開機到而家未充過電嘅真實電量。今日係1月8號。凌晨嘅1:27，呢塊手錶我攞到手開機咧係1月6號晏晝4點鐘開機到而家，仲得44個 percent 43，而家甩咗架。好，因為插卡手錶做咩？佢嘅電池比唔到藍牙版咧，佢又同藍牙版有咩區別咧？今日我就同大家講下。呢一個咧就係藍牙版啦。首先咧，我哋睇佢嘅外觀。插卡版咧係比藍牙版要厚身一啲嘅，因為佢要做大容量電池，佢電池大嘅話咧就厚啲其他嘅都基本一樣，錶帶嗰啲都係通用嘅。第二個功能性，藍牙版咧係綁定手機使用嘅，就譬如我手上呢塊 OLED 嘅 AMOLED 嘅屏幕，流暢度順滑。呢個咧你綁定手機之後咧，接收得到信息。聽得到電話，即係綁定輔助手機使用，可以咁樣講。即係佢離咗手機嘅話咧，離開手機自己單獨用嘅話咧，佢嘅功能性就比較少啲。不過如果你手機經常隨身邊嘅話咧，就買藍牙版，就唔使買插卡版。插卡版咧就係為咗方便你出門唔想帶手機出去，你可以買插卡版。插張 SIM 卡入去啦，SIM 卡喺呢度呢個位置，我哋輕輕咁樣拉出嚟，擺入個卡。你擺卡嘅時候咧，一定要關機嘅時候先可以擺，即係你一定要關機狀態，擺個卡入去，再開機先收縮得到信號。再講下佢嘅電池做咩用電咁快咧？因為你插咗卡之後咧，佢要接收 SIM 卡嘅數據，接收 SIM 卡嘅數據呢個過程咧。佢一直要接收個信號或者放個信號出去，佢係比較耗電嘅。如果你平時唔用嘅話咧，你可以關咗個數據，咁樣咧就比較慳電啲而且佢嘅功能性咧就比較多啲嘅，有視頻睇啊，有微信傾啊，可以上網啊。但係咧，佢功能性同手機一樣嘅，但係佢嘅電池又冇手機大。呢個係1250毫安嘅。普遍你手上用嘅手機咧都係4-5千毫安嘅，你手機可以用，應該如果你手機連續用嘅話咧，都係用到5個鐘、6個鐘咁樣嘅。咁咧呢個電池係佢哋嘅1/4或者1/5，反正時間咧就係大家相信大家都知道呢個手錶連續使用反正同手機就差個4倍就咁樣啦。因為電池確實係使好多，呢個冇辦法嘅。好，再講下佢嘅功能。首先咧，如果你係買國際版嘅咧，
就同我手上呢個有啲唔同啦。我手上呢個係大陸版嘅，所以佢叫做瀏覽器。下載 Apps 嘅地方咧就叫做應用簿。應用簿係我哋呢個手錶下載 Apps 嘅地方。你哋國際版嘅咧就叫做 Google、Play 商店WhatsApp、YouTube、TikTok 嗰啲 Apps 啊。然後咧，我哋睇睇佢裏頭自帶有咩功能。首先咧，智能錶最基本嘅就係 NFC。呢個 NFC 咧就可以開你嘅智能鎖。即係如果你屋企係智能鎖啊，或者你小區係智能鎖，你就可以攞呢個手錶去錄入佢嘅 ID 卡，就可以使用動門卡咁樣使用。天氣呢啲啦，最基本嘅呢啲同手機一樣嘅 Deepseek、支付寶、抖音視頻嚟，我哋睇下抖音視頻。聲音又夠大，嗱，呢個係佢喇叭。呢個係佢嘅麥克風啊，冇攞針去篤佢喎。呢個係佢麥克風喎。我哋刷下視頻睇睇佢嘅流暢度。再睇睇其他有咩功能。微信啦，呢啲最基本嘅，而且國際版有 Pay 商店。因為佢自帶嘅，如果你係國際版攞到手嘅話咧，佢 YouTube 係睇唔到嘅。咁樣咧點去先睇到你嘅 YouTube 咧？咁咧你就需要入你個 Pay 商店嗰度，入你個 Google 賬號，然後咧去更新一下你嘅 YouTube， 佢就睇得到噶啦。仲可以用 Google 賬號上網啊。不過咧而家大家睇得到啦，我手上有咩啊？野草助手，冇錯啦。手錶都可以裝野草助手，咁睇唔睇得到戲咧？當然可以睇到戲啦。不過咧，你睇戲嘅時候咧，佢嘅電池肯定係比較耗電嘅，所以咧，而且佢嘅字體又細，所以冇咩必要嘅話咧，我就唔建議大家去裝呢個野草助手去睇戲啊。咁一樣噶啦，我哋裏頭有咩 M 加啊 D 加啊都有嘅。嗱，呢個 Apps 咩 M 加 D 加都有嘅。不過我哋要選對呢個字體太細啦。我哋可以放大啲，稍微嘅放大啲，咁樣就睇得清楚啲。不過應該睇得唔係好清楚，從手機嗰度睇嘅話，不過咧呢個手錶嘅字體確實係有啲細，因為佢手錶嘅比例同手機肯定冇得比嘅。有啲我哋揀呢個2025年嘅《魷魚遊戲》第3季，我哋可以睇呢套戲。有嗱，下邊有1、2、3、4、5、6集嘅，我哋可以睇，連 WiFi 或者插卡都可以用嘅。不過咧，你攞手錶睇嘅話咧，佢嘅影像就唔係咁大咯，睇得。不過如果你唔想攞手錶睇嘅話，你都可以攞手機睇嘅，都係下載野草助手就好 OK 嘅啦。即係我示範下咧，我就意思就係證明手錶都可以做到手機呢啲功能嘅。呢個係真正嘅頂配版 AMOLED 嘅顯示屏，真實內存3+32、4+64啊。好啦，今日嘅視頻就到呢度啦。如果大家鍾意視頻嘅話咧，可以俾華仔一個訂閱啊，支持下華仔，點個讚，訂閱一下。呢度咧有我嘅 WhatsApp 同埋微信。如果你哋需要發貨嘅話咧，可以直接叫華仔郵寄俾你哋。呢塊手錶咧，因為佢係需要定做嘅，特別係國際版需要定做，所以咧，如果你哋真係需要嘅話咧，可以叫華仔直接 send 俾你嘅。反正我視頻演示嘅手錶係點樣嘅，你攞到手就係點樣嘅。我哋唔會話介紹呢個俾你發嗰個哦，唔會咁做嘅。如果大家已經買過華仔嘅錶嘅話咧，嗰啲粉絲朋友應該都知道華仔呢度咧
只做真實內存。好啦，今日嘅視頻到呢度，祝大家天天快樂，身體健康，拜拜。